老友記，大家好。對於好多受情緒困擾嘅朋友嚟講，朝早起身嗰陣通常係最難捱同覺得最無力嘅時候。作為心理學家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對抗情緒低落同焦慮嘅新方法，叫做運動小食。當我哋覺得唔開心或者好焦慮嘅時候，叫你去健身房做1個鐘運動，簡直好似要你行路去北京咁難。但係根據史丹福大學嘅 Dr. Andrew Huberman 同科學家 Dr. Rhonda Patrick 嘅研究，我哋嘅大腦其實唔需要45分鐘先可以改變化學物質，大腦需要嘅係強度同頻率。呢啲運動小食就好似大腦嘅重新啟動掣咁，幫你喺短短60至90秒內重整神經系統。點解呢？短短60秒咁有用？Dr. Rhonda Patrick 提到一種叫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嘅物質，叫做 BDNF。你可以想象佢係大腦嘅神奇養分，佢可以修復因為長期壓力或者情緒問題而受損嘅腦細胞。另外，短時間嘅爆發運動會令細胞入面嘅線粒體更換新嘅能源，幫你清除腦霧，即係你平時覺得個人反應遲鈍同埋記性差。Dr. Huberman 亦都指出，當我哋心跳短暫加快嘅時候，大腦就會釋放多巴胺，令你即時覺得有返動力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可以教你嘅身體習慣心跳加快嘅感覺，等下次覺得焦慮嘅時候，你唔會咁容易覺得無助同驚。如果你有關節痛或者腰痛，咁點先算做得夠呢？其實唔使跑步，只要做到有少少喘，要停一停先講到嘢，就已經夠。我依家就為大家介紹3款喺屋企隨時都做得嘅運動小食，你可以揀最啱自己嘅嚟試下。第一款係廚房蹲，喺朝早廚房等水滾嘅時候，雙手扶實洗手盤，慢慢做15次深蹲，最緊要安全。第二款係快速抹屋，揀一張台或者一塊鏡，用最快嘅速度用力抹佢90秒。第三款係坐低快步跑，坐喺一張穩陣嘅凳上面，對腳原地踏步，手跟住擺動，盡自己嘅能力跑60秒。呢啲就係專家所講嘅 VILPA， 即係非結構化爆發運動，唔使換衫，唔使去運動場，喺屋企隨時隨地都可以做。喺開始之前，安全係最緊要嘅。任何企喺度做嘅動作，旁邊一定要有張穩陣嘅凳或者牆俾你扶住，預防跌親。記住24小時規則，如果做完之後第2日關節覺得刺痛，就要換過另一種動作。做完60秒之後，我哋要幫大腦放鬆。我哋一齊做3次 Dr. Huberman 推薦嘅生理性嘆息。我哋依家一齊試下，先用鼻哥吸一啖氣，再好快咁樣吸多一啖氣，要吸到個肺滿為止，然後用口慢慢長長咁樣呼出嚟，咁樣可以即時降低心跳，話俾大腦知我哋努力完啦，依家安全，可以放鬆休息。各位老友記，記住啊，對抗情緒低落唔係要你一朝早去跑馬拉松，大腦只需要嗰短短60秒嘅運動小食就可以幫你重新啟動。如果今日真係覺得好攰、好唔開心，做30秒都已經好叻㗎喇。最緊要係對自己好啲，慢慢嚟，唔使急。喺條片下面，我準備咗一條好簡單嘅問卷連結。睇完呢條片之後，你而家覺得點啊？有冇試下做頭先嗰幾款動作？好歡迎你去話俾我知。多謝你今日陪我一齊重啟大腦，祝你今日有一個平靜舒服嘅一日。我哋下次見。